位好，恭喜你偉仔。多謝。又攞啊！其實咧，我睇我哋今年嗰5部最佳電影嘅入圍名單咧，我諗做評審嘅都好難揀。直情係啦，因為呢5部嘅入選電影咧，都完全唔一樣，屬於唔同嘅戲種。我覺得係各有千秋啊！譬如話，我哋有周星馳導演嘅功夫笑片加特技。咁特技唔係淨係功夫同笑片喎，仲有啲愛情穿插未來、懷舊嘅愛情激烈片啦。仲有爾冬陞導演、杜琪峰導演嘅典型香港嘅警匪片。咁又唔少得成龍大哥嘅動作片啦。咁啊，真係確係幾難揀嘅。係。咁點咧？咁不如我哋睇下呢5部入圍電影嘅精彩片段先啊。好啊。榮獲提名最佳電影包括《2046》，監製王家衛。房間號碼2046。而家諗翻好似發咗場夢。你很喜歡他是吧？大事件，監製杜琪峰、曹標。功夫，監製周星馳、崔寶珠、劉鎮偉、韓三平、黃宗呂。旺角黑夜，監製方平。幸好空氣那麼糟，怎麼會有香港？其實除了空氣，這裡也真算是個天堂。新警察故事，監製陳志強、蘇志雄、陳木勝、董韻詩。咁你話你偉仔點揀啊？好彩唔使我哋揀啫。咁班啦。好啊。第24屆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電影。哎呀，功夫。周星馳、崔寶珠、劉鎮偉，監製韓三平、黃宗呂。哥倫比亞電影公司。你今日着得七皮鞋都知道。首先，再一次感謝大會我們也想感謝在中國大陸的我們的夥伴中影集團公司和華誼兄弟公司，也想感謝我們所有工作人員。最後想感謝這一次特別的順利合作，製片、編劇、主演、導演周星馳。多謝國家電影局，多謝哥倫比亞公司，多謝大會，多謝。恭喜！請咁多位留步㗎嚇。咁今晚咧，香港電影金像獎所有嘅獎項咧已經係順利頒發啦嚇。咁樣啊，喺呢度咧就請所有嘅得獎者啦、頒獎嘅嘉賓咧、被提名嘅所有被提名者啦、電影公司嘅老闆以及咧係電影嘅從業員咧一齊上台，因為我哋跟住咧有一個祝酒嘅儀式嘅。而且咧，仲有一個壓軸精彩項目啊，就係我哋大會嘅攝影師咧，已經一直咧就喺度捕捉晒所有得獎者喺度獲獎嗰一刻嘅興奮心情，嗰啲咁嘅樣咧，就全部跟住剪完之後咧，就加上陳輝陽嘅即係呢個精心嘅配樂，
即係足以令大家會回味下嘅。好，第24屆香港電影金像獎頒獎典禮咧已經係圓滿結束啦。咁樣喺度咧就希望咧我哋香港嘅電影界同業咧繼續努力，希望咧觀眾咧就繼續咧係支持我哋嘅睇我哋所拍嘅戲㗎嚇。喺度咧就係多謝各位嘅收睇，我哋要出年再見啦，祝各位晚安。出年見，拜拜。